2026年3月1日已經係星期日，估唔到咧係今日有一單震撼嘅消息，咁就係話啦，特朗普就證實伊朗嘅哈梅內伊咧就係身亡啊，咁美軍咧就係初步截。事源就係由禮拜六開始啊，咁以色列同美軍咧就聯手就對伊朗嘅首都啊就係發動罕見嘅係日頭嘅空襲行動。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亦都係發布 video 咧就證實就話美軍參與係針對伊朗嘅重大戰鬥行動啊。咁而且特朗普稱呢個係叫做保衛美國人民嘅係崇高使命。咁之後啦，五角大樓已經發布聲明就話啦，呢項嘅突襲行動咧正式命名為咧就叫史詩之路行動。咁象徵咧就係呢一次嘅戰役咧已經係升級為大規模軍事行動。其實呢一個嘅軍事行動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目的就係做一個斬首行動啊，就係要將係伊朗嗰個最高領導人咧係斬低嘅。咁我最記得就係咧，香港有好多媒體就話啦，哎呀，特朗普啊呢一次嘅行動失敗咗啦，佢淨係炸伊朗咋，人哋嗰個係最高領導人咧冇事啊，幾分鐘之後咧就係會係即係同全國講話。咁但係好啦，點知咧係搞成幾個鐘頭，咦？點解嗰個哈梅內伊都唔出現呢？咁啲人開始去諗啊，咦咁奇怪嘅？原來而家美軍嗰邊咧就證實咗咧，哈梅內伊咧係已經咧係炸死咗啦。好，睇片前咧，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方法就右下角撳訂閱，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即係新鮮火熱辣嘅最新消息啊，就係指咧係美軍咧就係空襲之後咧，咁伊朗咧已經向咧係以色列發射導彈進行報復噶啦。咁以色列隨即咧就全國咧就係發布警報，咁而且全面啟動防空系統應對。目前咧以色列、伊拉克同埋鄰國咧已經係相繼係關閉領空。咁與此同時啦，特朗普亦都係向伊朗人民咧就係講話就話啦，呼籲咧佢哋嘅軍事行動咧結束之後咧就採取行動接管政府。特朗普表示就話啦，呢一個係你哋幾代人嘅唯一機會。而喺美國時間星期六下晝3點，以色列領導人同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就話啦，伊朗嘅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相信已經喺呢次嘅車輪戰入邊身亡。可能你又覺得奇怪啦，點解咧？即係譬如話你戰雲密布啊，你射咁多飛彈啊，兵荒馬亂，你點會知道嗰個即係最高領導人係死咗咧？梗係入邊有針啦，梗係俾人 check 緊佢噶嘛。即係可能你平時見到咧個哈梅內伊逢係12點咧，就要去呢笪地方食飯，見唔到佢幾個鐘頭咯。咁同埋咧，好多人都好慌張咁見到啊，咁報翻俾美軍啊、以軍啊，咁知道啦。嗰個人咧應該相信咧哈梅內伊就死咗啦。咁伊朗嘅國家廣播電視台咧，亦都咧係宣布咗啦，已經就話啦，伊朗最高領導人咧就係殉難。美國戰爭部長就喺社交媒體就話呢次一個史詩之路行動就話啦係呢次係被列為歷史上咧係最具殺傷力、最複雜、最精準嘅空中行動。咁伊朗政權咧曾經有機會咧就達成協議嘅，咁但係咧佢哋自己拒絕咗，咁而家佢哋就承受咧後果啦。佢表示咗啦，美國絕不容忍伊朗導彈威脅、海上襲擊或者伊朗擁有核武器可能性。美國並非係挑起呢場嘅衝突，但係我哋會將佢結束。如果你好似伊朗咁樣喺世界任何地方殺害或者威脅美國人我哋就會去追捕你，殺咗你。話呢句說話，我覺得真係講得幾啱啊！咁因為咧呢個世界上面咧真係有好多國家嘅人即係喺自己國家咧就喺度鬧係用啲媒體鬧自己咩？我哋國家最強最衰係美國佬搞事最衰係美國佬喺度搞呢搞路全部嘢總之咧佢哋嗰啲地方衰嘢咧一定係將所有賴落美國佬度喂，唔該真係你個美國戰爭部長，你聽到呢啲咁嘅人講嘢咧，喂，其實要多埋佢哋呢啲咁嘅人係敵人係應該係要將嗰啲咁嘅國家人咧係全部係剿滅嗰啲領導人係要結束佢哋嗰個政權係講真㗎。咁我又考下大家啦，咁而家世界上有邊一個國家嘅人係咁衰嘅，成日真係咧係喐啲咧就自己衰㗎譬如自己咧係真係打自己人民揾啲槍射自己啲人民咁搞到咧係有啲人嘅眼都爆埋咁然之後就賴係美國佬嘅。呢個世界有咩嘢嘅人係咩領導人係咁衰嘅？我印象中咧，好似喺非洲有一個小島上面咧，係有一個酋長咧，係咁樣咁衰嘅美國佬可能咧真係要搞掂埋嗰個酋長啦。咁主要係伊朗係革命衛隊咧，咁喺剩翻嘅時間咧，就係要傾下呢個領導層啦，究竟喺未來係邊一個咧係做係最高領導人噶啦。
咁啊，消息人士就話啦，咁由於空襲咧係仍然持續啊，咁所以負責係選拔最高領袖嘅係憲法機構咧係專家會議咧就冇辦法召開會議，咁所以革命衛隊係而家淨係推定啊，咁有一個指定嘅法定程序指派咧係即係下一任嘅領導人。好啦，咁啊，其實即係講到呢次係以軍同美軍個軍事行動啦嚇，即係好迅速啊！即係其實你諗下啦。喺呢兩日內咧，咁就已經係將嗰個行動啊，即係由開始，哇，bang bang 咁樣結束。咁但係我最記得就係咧，香港之前有好多嗰啲媒體就話啦，特朗普唔夠膽嘅，點會係即係夠膽係轟炸伊朗啊？唔驚俾伊朗報復咩？好啦，咁啊當特朗普咧即係出兵咧打嘅時間咧，又話啦，佢哋嘅行動失敗咗啦，射咁多粒飛彈啊，都打唔中啊卡梅內伊啊，而家反而美軍啊死咗200人啊，因為就係伊朗咧係報復翻美軍嗰啲基地。嗱，先唔講唔好話美軍嗰個即係死亡數字係咪真先啦？咁但係之前嗰媒體好得意嘅，即係永遠咧係錯完之後咧就不斷係將錯嘢咧係繼續咧係去抹黑，繼續咧總之鬧特朗普最衰就得噶啦。咁但係好啦，而家正式咧連伊朗嗰邊都證實咗啦，就係卡梅內伊係真係死咗啦。咁我想問下，咁個之前咧鬧特朗普嗰啲就話佢唔會行動嘅，佢行動失敗咗，咁好而家你成功咗啦，咁你有冇讚佢先？我成日都話啦，唔緊要噶，即係你話人哋唔緊要，但係如果人哋做翻啱嘅時間，你有冇讚佢先？咁我哋就話啦，咁伊朗啲人民真係慘啦，俾人哋即係殺咗個最高領袖，咁唔該你睇下而家你實時啊。咁啊，自從咧卡梅內伊呢個消息咧死咗之後啊，哇有幾多人係上街跳舞慶祝啊！同埋你見到噶，即係前幾排咁伊朗嗰個大規模嗰個示威行動咧，係令到有好多人死亡，即係據報話係起碼死咗幾萬人啊，即係受傷嘅我諗係即係過10萬計噶啦。其實美國咧，即係永遠見到有啲國家即係用槍啊，就殺害自己人民嘅人咧，美國通常都係唔會放過嘅。所以特朗普都兌現咗咧，佢應該係1-2個禮拜前都講過，就話同伊朗啲人民講啦，係你哋放心啦，你哋支援嚟緊噶啦。即係當時咧，即係可能啲人以為係即係純粹係精神上嘅支持啦，諗唔到真係咧，啱啱禮拜6咧餅唪炸完之後咧，禮拜咧就話咧即刻卡梅內伊死咗。喂，其實特朗普即係由佢講話做嘢到制定到行動，好即係嗰下迅速咧。你真係除咗美軍之外，你真係冇其他地方嘅國家嘅軍隊可以做到佢咁樣，好似之前你話點樣係夾走即係委內瑞拉嗰個總統啦，哇又係嗰個行動又係真係好快速啦，同埋之前咧係即係轟炸人哋軍事行動即係嗰啲嘅軍事設施咧，即係話揸住架飛機揸幾10個鐘頭，咁然之後就咁掟個炸彈咧就即刻炸完就走咗。喂，即係好快脆迅速，即係好似太拍戲咁樣啊！拍戲都冇咁精準啊！哇，真係如果你話即係特朗普未來即係可能會有套電影咧，就拍關於佢咧，就講軍事行動啊，都係拍幾集。咁啊，至於點解即係伊朗嘅領導人死咗，咁點解伊朗人會咁開心？就係因為講緊係伊朗一直以來個政權，即係對於佢哋人民啊，即係佢嗰種嘅壓迫，即係你睇下見到啦，即係啲人上街示威咧，係可以咁樣有幾萬俾人咁懟冧嘅。所以我仲唔明白點解有香港啲即係有啲報章雜誌仲喺度繼續支持伊朗嘅卡梅內伊，咁啊而且就係譴責特朗普即係用咩軍事行動譴責就咩違反國際法啊。我淨係覺得一句說話好簡單嘅啫，當法律程序不能夠彰顯公義嘅時間，你就要用係法律以外嘅行動係去彰顯即係世界嘅公義。咁希望大家繼續免費支持本台啦，咁方法就右下角撳訂閱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然之後左下角俾我 like 我感激。咁另外啦，咁已經開咗會員制啊，咁希望大家都可方便嘅話呢，就可以成為會員啦。唔同會員係有唔同權限嘅，咁約定大家我哋下次時間再見，拜拜。